講到這連鎖醫美集團甲人偷窺風波繼續佇咧滾價，桃園檢警和衛生局今去到信義診所桃園店稽查，查扣電腦主機等設備。那這高雄檢方證實講，公立診所的高雄分院無經過患者同意就甲人偷窺牽涉到文書，許患者會當出來協助指認。那衛生局也成立專線協助消費者討公道。另外呢，這衛福部長趙忠良也強調，診所要甲這診療空間錄影，攏要經過患者同意。相關部會13會開會，明確要求落實規定。衛生局人員完成稽查出來，連鎖醫美集團偷窺風波擴大。桃園市衛生局甲檢警10日起，信義診所桃園店稽查搜索，查扣電腦主機等設備甲客戶資料做調查。他們雖然說沒有，不過我們還是要把它退掉啊，因為怕以後它被停業。同款有偷窺證據，逢調查會公調醫美集團。高雄市衛生局早起也到轄區內分院稽查，檢警證實高雄分院無經過患者同意，佇診療室裝監視器，翕真濟人會就半身等文書報廢，因為妨害秘密屬告訴乃論，希望患者勇敢出面指認，斟酌公共利益之維護及合法權益之保護，呼籲若有於115年1月起至5月8日止前往光澤醫美診所就診或消費之民眾，可洽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醫療隱私權益受損專線。衛生局設專線要協助民眾捍衛權益，唔能講到另外一間公正美學診所一隻大告示提起有監控，強調監視器向壁之收音，和衛生局稽查線民。諮詢室、手術房及觀察室等均設有監視器，為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部分診療室鏡頭有拍攝到病人臉部。與診所宣稱監視器都會面向牆壁之說法不符。面向牆壁其實針對的是除毛室，患者會穿的比較少的地方啦。部分診前拍到人的臉部，是因為那些地方是比較針對臉部的治療跟療程。我們的手術其實都有簽相關的同意書。衛生局將監視器影片調走，交予檢警賠清。衛福部說明，診所要佇任何診療空間錄影，要經過患者同意。相關部門13會開會，明確要求落實規定。相關的設備主要是以公共區域為主，那麼來確保這些安全。那麼如果是在診療的空間要進行錄影的話呢，那麼必須是在這個病人的知情之下，那麼才可以進行。趙忠良強調會用上嚴厲處分，也要求地方政府擴大稽查。為2日到公調等，目前已經有4間醫美集團涉嫌偷窺。負責人等陸續奉調查約談，其中公調創辦人王兆輝所說進程都背去中國失聯，檢方呼籲王兆輝趕緊回國說明，並對司法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